你每日食落肚嘅嘢，可能根本唔係你以為嘅咁。今日行入超市，見到貨架上琳琅滿目的食品，背面配料表好似化學論文，到底藏咗幾多秘密？今日一次過撕開包裝，帶大家睇清全球10大離譜假食品排行榜，再拆解紅牛提神的真面目。尤其第一名，相信每個人都食過，甚至尋日或者今朝先啱啱食完。聽完之後，真係唔好再俾人呃。講起假食品，好多人第一時間只諗到黑心作坊，但其實好多你以為好健康、好天然，甚至大牌子日日流通嘅食品，入面嘅科技同狠活多到你唔信。由第10位開始講起，假蜂蜜同蜂糖漿。好多西餐廳嘅班戟或者屋企整多士，淋上面嘅金黃色糖漿，包裝印滿楓葉同蜜蜂，寫住純天然。但反轉睇標籤，排第一位嘅往往唔係楓樹汁或純蜂蜜，而係高果糖玉米糖漿。呢種用化學方法從粟米提煉出嚟嘅廉價糖漿，成本低到無法想象，再加焦糖色素同人造蜂蜜香精調出粘稠度同金黃色。有啲劣質蜂蜜為咗過關，甚至用化學手段過濾晒所有植物花粉。你以為食緊大自然饋贈，其實只係飲緊化學合成嘅高糖糖水，食太多容易引致脂肪肝同糖尿病。第9位，全麥麵包。好多人減肥或者控制血糖，專登揀啡啡黑黑，表面有麥穗嘅全麥包。但漢貝葉公開嘅秘密係，真正100% 全麥粉整嘅麵包口感極粗糙，好似啃草，成本又高。商家為咗迎合大眾口味，用普通白麵粉做基底，加焦糖色素染成啡色，表面灑少少燕麥碎或麥，再加大量嘅植物油、乳化劑同改良劑令佢鬆軟。你以為食緊高纖維減肥神物，其實熱量同精製澱粉同普通白麵包冇分別，甚至多咗一堆色素同添加劑。第8位，特級初榨橄欖油。好多人覺得佢係健康食油嘅代名詞，價錢唔平。但國際調查顯示，市面上宣稱特級初榨嘅橄欖油有70%以上摻假。最常見手法係用廉價大豆油、葵花籽油或低級精煉殘渣油，混合極少比例嘅真橄欖油，再加葉綠素同人工香精調味。你花幾百蚊買一瓶高檔油，其實只係食緊最平嘅調和植物油，對血管有益嘅橄欖多酚一丁點都吸收唔到。第7位，蟹柳。大家都知蟹柳唔係真蟹肉，但佢到底係咩？真實身份係魚味製品。商家將毫無經濟價值、肉質粗糙嘅雜魚打碎成魚漿，加大量嘅漂白劑將黑麻麻嘅魚肉漂到雪白，再瘋狂加入修飾澱粉、大豆蛋白、味精同食鹽。然後用機器壓成薄片，塗上鮮紅色食用色素，捲起切斷。成條蟹柳連一微黑蟹肉都冇，全部都係化學調味。入面嘅防腐劑同磷酸鹽食太多，會影響鈣質吸收，導致骨質疏鬆。第6位，植物奶油，即人造牛油或馬其林。以前啲宣傳話動物牛油膽固醇高，呼籲改食植物油做嘅人造牛油。但植物油室溫下係液體，商家為咗令佢變成固體，採用氫化技術，產生大量對人體危害極大嘅反式脂肪酸。人體代謝唔到呢種反式脂肪，會硬化血管，塞住心臟冠狀動脈。醫學界已經證實植物奶油對身體嘅傷害遠遠超過天然動物牛油。而家好多平價蛋糕、蛋撻、菠蘿油上面嘅所謂牛油，依然大量使用呢種慢性毒藥。第5位，假鴨血。打邊爐叫碟鴨血，滑刀都好有彈性，但一隻鴨得咁多血，市場需求係天文數字。黑心相反用廉價豬血或雞血做原料，加入工業用甲醛、福爾馬林、防腐固化，再加工業明膠、消泡劑同人工色素，令到賣相又滑又嫩，仲有一種唔自然嘅韌性。你以為食緊補血美食，其實每一啖都係吸收緊致癌嘅甲醛。第4位，假鮑魚同假鱈魚。平價酒席或快餐店嘅爆汁撈飯，入面嘅鮑魚食落彈牙煙韌，其實好多係用魷魚頭或大型螺肉
經化學藥水浸泡去腥，再用模具壓出鮑魚形狀，淋上未蒸雞粉條嘅濃稠爆汁。至於假鱈魚更普遍，十幾廿蚊一大塊嘅所謂鱈魚，其實係魷魚。魷魚含有大量人體無法消化嘅蠟脂，食完之後幾個鐘，呢啲油脂會直接喺排泄時漏出嚟，造成極度尷尬嘅漏油現象。好多國家已經禁止將魷魚當食用魚，但利益驅使下仍然掛羊頭賣狗肉。第三位，合成肉，即假牛肉假羊肉。去超市買肥牛卷或者肥羊卷，見到切得整整齊齊，紅白相間好靚嘅肉片，但真正嘅肉，肥肉同瘦肉之間有天然筋膜連接，紋理自然。合成肉係用屠宰場剩低嘅碎肉下腳料，甚至用鴨肉或豬肉，加入肉類粘合劑、轉穀氨酸，將碎肉好似拼圖咁黐埋一齊，壓實雪硬再切薄片。為咗令鴨肉有牛肉或羊肉味，仲會瘋狂浸泡牛膏精或羊膏精。你買返屋企以為自己食緊高檔肥牛，其實只係食緊化學膠水黐埋、香精調味嘅雜碎肉。而且呢種肉因為反覆攪碎拼接，入面滋生嘅細菌數量比原切肉高出幾百倍。第二位，兒童乳酸菌飲品同植物奶。好多家長見小朋友唔中意飲純牛奶，就買乳酸菌飲品返屋企，以為可以補充益生菌幫助消化。但反轉睇配料表，排第一位嘅係水，第二位係白砂糖。成支嘢入面真正嘅牛奶成分可能唔夠一成，其餘全部係水、糖、增稠劑、香精同酸度調節劑。一小瓶飲品可能含有5-6粒方糖嘅糖分。小朋友長期飲呢啲嘢，益生菌吸收唔到幾多，反而會蛀牙、肥胖，甚至影響發育。重災區仲有所謂燕麥奶、杏仁奶，好多只係用少量植物粉末加植物油、乳化劑同糖調配出嚟嘅奶狀液體，蛋白質含量低到可以忽略唔計。講完排行榜，再講紅牛。好多人返工攰、通宵溫書或者揸長途車，都會買支紅牛，飲完好似精神百倍，心跳加速。但佢提神的真面目係咩？拆解成分，秘密來自3個嘢：咖啡因、牛磺酸同大量糖分。咖啡因同你飲一杯濃咖啡差唔多，佢進入大腦之後會同一種叫腺嘅物質搶位。腺係令你覺得攰、提醒你休息嘅化學物質。咖啡因霸佔咗腺嘅接收器，大腦收唔到疲勞信號，你就會產生好精神嘅錯覺。換句話講，紅牛唔係幫你補充能量，只係遮掩身體本來已經好攰嘅事實，係欺騙大腦。牛磺酸對神經傳導同肌肉功能有啲幫助，同咖啡因結合會產生協同效應，令大腦興奮度提升，心跳加快，血液循環加速。但最容易被忽視嘅係超高濃度嘅糖分。飲落紅牛，大量單糖迅速進入血液，令血糖瘋狂飆升，呢個叫血糖高峰。當血糖急劇上升，細胞得到充足能量，大腦分泌多巴胺，短時間內覺得興奮有幹勁。但隨之而來嘅係糖崩潰。而胰島素將過剩血糖壓落去之後，血糖水平斷崖式下降，大腦陷入更加疲倦虛弱、頭暈眼花嘅狀態。好多人發覺飲完紅牛2-3個鐘之後累得更加厲害，就係呢個原因。長期依賴紅牛，高劑量咖啡因同牛磺酸會增加心臟負擔，引起心律唔正、高血壓。劇烈運動後飲，甚至有心臟驟停風險。世界各地已經有唔少過量飲能量飲品猝死嘅個案。紅牛嘅真面目唔係體力補充劑，而係一支透支未來體力、用化學物質短暫麻痹神經嘅提神毒藥。攰嘅時候，最好嘅解決方法永遠係瞓覺同飲水。終於到第一名，假雞肉、平價炸雞塊、雞柳以及各類加工雞肉製品。你可能話雞肉咁平啲會有假？但你要知，一隻雞身上最貴嘅係雞胸肉同雞大腿肉，幾十蚊一大袋嘅平價雞塊、雞柳、雞米花，原材料根本唔係整塊純雞肉，商家將屠宰場入面所有剩低嘅雞皮、雞骨架刮落嚟嘅殘餘碎肉、雞腳、內臟周圍嘅脂肪全部收集埋一齊。
呢啲嘢正常情況下根本唔可以直接食用，然後放入大型高速絞肉機，連皮打肉甚至連細碎骨頭全部打成粉紅色肉泥，散發出令人反胃嘅腥膻味。為咗掩蓋味道同消滅入面嘅大量細菌，商家用氨氣或者其他化學消毒劑進行清洗漂白。經過化學清洗之後，肉泥變成完全冇味、雪白色嘅粘稠物質。但咁嘅嘢點樣食落肚？食品化學家出場，加入大量大豆分離蛋白、小麥澱粉。大豆蛋白可以增加蛋白質檢測指標，澱粉吸收水分，增加重量，控制成本。為咗令肉泥有纖維感，再加入卡拉膠、瓜爾豆膠等植物膠質，將肉泥牢牢粘合。最重要嘅一步係調味，無味嘅肉泥要變成美味雞塊，需要加入大量谷氨酸鈉、味精、尿酸二鈉等增味劑，再配合人工調製嘅雞肉香精。呢種香精厲害到只需幾滴，就可以令一整桶化學肉泥散發出比真正雞肉重香10倍嘅雞肉味。最後將呢啲調配好嘅化學肉泥倒入模具，壓成一塊塊雞塊形狀，外面包上一層厚厚麵粉麵包糠，放入含有大量反式脂肪嘅廉價棕櫚油入面大火油炸。當炸到金黃酥脆、香氣四溢嘅雞塊擺喺你面前，你用1-2蚊一塊嘅價錢買落去，咬落外脆內嫩，仲有汁水飆出嚟。你以為自己食緊美味雞肉，其實你食緊嘅係由雞皮、脂肪、化學膠水、大豆粉、香精同防腐劑混合而成嘅科技固體。一塊雞塊入面真正嘅純雞肉含量可能連30%都唔到。更離譜嘅係，呢種加工手法已經廣泛應用喺各種食品、茶餐廳嘅平價雞扒、豬扒。有時你會發覺塊肉嫩到一種唔自然嘅地步，手指輕輕一合就爛，完全冇肉嘅嚼勁，就係因為超標使用嫩肉粉、木瓜蛋白。仲有好多平價火腿腸、午餐肉、打邊爐嘅貢丸、牛丸、魚蛋，背後原理大同小異。真正足料嘅丸子一斤成本幾十上百蚊，點解街邊可以賣到10蚊幾粒？因為入面根本冇牛肉冇豬肉，全部都係用最平嘅雞肉泥或澱粉做載體，再加牛肉香精、豬肉膏同工業調味劑，模擬出高檔肉類嘅味道。睇到呢度，係咪覺得好心驚？原來我哋每日以為好普通、食得好開心嘅食物，背後隱藏咁多食品工業黑幕。現代社會好難100%避開添加劑，添加劑確實延長保質期，方便生活，降低食物中毒風險。但問題係，好多無良商家為咗極端追求利潤，利用法規灰色地帶，用化學手段瞞天過海，將完全冇營養甚至對人體有害嘅廉價化工原料包裝成健康高檔嘅天然食品，欺騙消費者長期食用。呢啲高糖高鹽、充滿反式脂肪同化學粘合劑嘅假食品，對身體器官造成不可逆轉嘅傷害。近年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等都市病年輕化，同呢啲無處不在嘅加工假食品絕對脫唔開關係。作為普通消費者，點樣保護自己同屋企人？方法好簡單，學會返璞歸真。行入超市唔好淨係睇包裝正面寫得幾靚，一定要反轉睇配料表。一個簡單原則，如果配料表上面啲字長到你連讀都讀唔出，或者超過一半都係你唔識嘅化學名稱，咁呢樣嘢可以唔買就盡量唔買。盡量選擇 food 而唔係 food product， 即係買真正嘅食物，而唔係食物嘅複製品。想食雞肉就去街市或超市買原隻雞或原塊雞胸肉返屋企煮，而唔係買現成炸雞塊。想飲牛奶就揀成分只有100% 生牛乳嘅鮮奶，而唔係買乳酸菌風味飲品。想食牛肉就揀原切肉片，而唔係揀切得完美無瑕、紅白分明嘅合成肥牛卷。我哋嘅身體係由每日食落肚嘅嘢建立起嚟嘅。你俾身體最好最天然嘅燃料，身體自然會回報你健康同活力。如果你每日都用添加劑、色素、化學膠水去填飽個肚，遲早有一日，身體會向你發出最沉重嘅抗議。今日分享咗全球10大假食品排行榜同紅牛嘅真面目，
目的唔係要你因熱廢食咩都唔敢食，而係希望你可以做一個精明理智嘅消費者，有意識咁去選擇自己同屋企人食落肚嘅嘢，唔好再輕易俾包裝華麗嘅廣告同糖衣陷阱欺騙。記得將呢個咁重要嘅健康資訊分享俾你身邊每一位中意食炸雞、飲能量飲品或者成日買全麥包減肥嘅朋友，大家一齊提高警惕，食得健康，食得安心。